自日本德岛县阿波舞振兴协会选拔点。 再次掌声，谢谢来自日本德岛县阿波舞振兴协会选拔联为我们带来非常热闹的演出。Thank you once again to the Our Outdoor Promotion Association Selection。为什么说是这个选拔联呢？那在这个德岛是阿波舞的起源地，在当地呢有超过1000多个独立的舞蹈团体哦，称为联。 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来自日本的精彩演出。接下来呢，是来自于非常遥远的世界另外一端塞尔维亚西姆诺夫舞蹈团的演出哦，他会为我们。